開始呼吸空間嘅時候，邀請你有意識咁調整一下姿勢，腰背垂直，膊頭打開，讓身體喺一個比較清醒嘅狀態。合適嘅話，可以合埋眼睛，然後開始呼吸空間第一步。留意下呢一刻你嘅身心狀態，你嘅內在天氣係點嘅呢？有啲咩想法浮現喺腦海？呢一刻心情係點樣嘅呢？有咩情緒喺度？留意一下身體度有乜嘢感覺。我哋唔需要改變任何嘢，只係帶住開放嘅心，一一去覺察已經喺度嘅想法、情緒同身體感覺。跟住係呼吸空間嘅第二步，將注意力帶到呼吸上，將覺察嘅焦點收窄，專注喺腹部嘅呼吸。留意吸氣時個肚會微微脹起，呼氣時個肚會沉低。留意呼吸時身體感覺嘅變化，感受整個吸氣同整個呼氣嘅身體感覺。如果個心游走咗，只係需要留意到佢去咗邊度，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度。跟住係呼吸空間第三步，將注意力由呼吸擴展到整個身體，好似整個身體喺度呼吸，俾自己留意下你嘅姿勢、面部表情、皮膚表面嘅感覺，以及身體裏面嘅感覺。讓自己留意到呢一刻身體嘅所有感覺，容讓佢哋就係此刻嘅模樣。慢慢可以張開眼睛，將呢一刻嘅覺察帶到去下一刻嘅生活當中。